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光年魅力慢，但求開心慢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粉紅眼罩呢，有包裝天象，外邊有兩隻噶，分別係和平波同埋合夥奔馳啊。第4位紅衫就係竹園啊，內欄第5有玩笑，中間藍帽第6呢，仲有呢隻手機標霸，外邊係智取神驅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先見到內欄位置呢，仲有光年魅力啊，白衫啦，中間橙衫呢，仲係陽光勇士啊，再外邊位置嘅馬匹先見到越進歡欣啊。尾4到啦，但求開心，尾3開心寶寶，尾以維港智能喎。暫時殿後白衫白帽係球星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合夥奔馳中間大，內欄有和平波啊。第3位就包裝天象粉紅眼罩嘅，內欄第4啊，紅衫嗰匹就係竹園嚟㗎。咁啊再見到移咗出去外邊呢，有智取神驅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藍帽嗰匹呢就手機標霸，等緊後邊嘅話仲有陽光勇士走入去呢，就環笑光年魅力啊，揈出去外邊追啊，有越進歡欣同埋但求開心啊。最後300零米啦，咁啊見到透出嘅馬呢，仲係合夥奔馳㗎，埋邊係和平波，中間包裝天象上緊，外邊越進歡欣追緊啊，再攝入邊追，仲有竹園啊，內欄光年魅力冇位啊，中間仲係智取神驅，最後100零米埋邊竹園傳咗上嚟，贏出呢場慶典杯啊！跑第2名嘅馬呢，合夥奔馳埋邊，出邊越進歡欣第4名，中間包裝天象啊！結果今場賽事，竹園都流放尺寸做得好好啊！最後300都不慌不忙啊！咁啊結果攝入去揾到個位，掟甩捧走慶典杯啊！